做嘛？我老记想到强融，不过啊，我是做处理厅。我是超想来睡。布鲁布鲁布鲁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姨妹，就是阿姐妹嘅处理。做嘛？我老记想到强融，不过啊，我是做处理厅。该啊是因为啊，我嘅校本讲到冇幾眼好啊，大家如果探得出我講嘅校本實在好，跟住我哋講阿姊妹吧。大家應該少感覺阿姊妹已經有半年冇出現咧，連半年地都幾到大嘅做乜計咯？啲地方下又點解做乜計呢？第一下，我就來帶大家來去地方下看一下啲到底嘅做乜計咯。红长流。我是超想来睡，我怕，等下再講啊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姊妹，你哋應該會記得我點樣嘅，請大家唔記得睇家下我啲嘅水冇嘅用嘅嗬，嘅完全就係嗬，永遠我嫌開我啊！我平常是真唔係愛用。好啦，講認真嘅，我下來講一下我哋半年度到底都做了乜嘅事情哦。去年撇出嘅時間，我其實去客家電視台，就係去實習嘅。嗰陣時咪有拍影片，個因為啲客家電視台其實都冇閒啊，故所就冇時間同大家分享。韓國呢啲實習嘅時間，我變順錯了一個同學。佢係講海料嘅，唔過佢唔係客人，故所我會老講下，因為我哋啲客家電視台做些嘛，客家電視台一定會有動作，我用客語來做交流溝通嘅事情，故所我老講話嘅時間，我就搶咗嚟講海料，因為佢哋是實驗，故所2-3年以後，我嘅海料就變到當好，雖然好。我哋下講海料，但係對海料嘅人聽起來是喜歡，唔過我嗬，還係有進步啦，我過後我做到學校以後，開學嘅時間先讓我係家來小記一下設計。用下語來小記設計，用呢隻強調都冇上過。嗰種時我全部去用海料，因為嗰種時猜起來我唔記得我試驗強咧，完全講唔出班級試驗出啲其他批處全部就係海料批處過後開學咧，我就繼續做我嘅客家來了，相信大家應該都啲。客家來了係我自家啲我哋學校辦嘅一個學生嘅社群，呢個社群呢主要係希望都係用輕鬆快樂，不過有較多學生人做啲接觸嘅方式來去做客家嘅推廣。故所我哋一個學期呢有請先生來我哋學校教我哋做遊戲。教我們做實景解謎遊戲，聽起來很酷吧？你下晝學期就有可能會做出來哦，分讓大家來體驗。韓國其實除咗學校社群以外，自家沒有去外邊上課，韓國有去一間密室逃脫嘅工作室，做些，故所我一下就係沉浸於。密室逃脫實景遊戲、劇本殺、狼人殺，對，也許多年以後，大家就會看到我變做一個客家專門嘅遊戲嘅頭家，分享大家來親愛了。佢我就係嘅愛客家嘅人嘅做咩事情，其實都係為到客家。故所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。好。
我會繼續做出很多較好嘅節目，較好嘅影片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希望大家會看到當歡喜，也希望大家攏會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哦。還個記得 follow 客家來了嘅 IG，還個我嘅YouTube 頻道，裡邊都會有當訂閱下當神奇嘅影片做嚟看，好分享大家記得去收看咯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邊結束，大家要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，下禮拜要記得來哦，我係阿姊妹走來了。